大家好，我哋係 JT 管弦樂團嘅成員，今日會為大家介紹我哋嘅樂團。一個管弦樂團嘅編制包括弦樂器、木管樂器、銅管樂器同埋敲擊樂器。我哋今日主要介紹弦樂器，包括小提琴、中提琴、大提琴同低音大提琴。從樂器嘅外形可以見到佢哋好似樣，形狀好相似，顏色都相近。大家都有4條弦線，唔同嘅位就係佢哋嘅大細唔一樣。小提琴最細，中提琴大啲，大提琴再大啲，而低音大提琴就最大啦。咁你哋又知唔知樂器嘅大細其實有咩分別嘅呢？我梗係知啦，但係我唔開估住。我請我哋嘅成員逐一拉俾你哋聽下唔同琴嘅聲音，你哋睇下聽唔聽得出有咩分別？你哋聽唔聽得出個分別呢？冇錯啦，樂器越大件越低音，樂器越細件越高音。而家你哋對弦樂器有初步嘅認識啦，俾你哋睇下我哋平時演習嘅花絮啦。如果你哋都想加入我哋 JT 管弦樂團，就踴躍參加學校嘅樂器班啦！表現好嘅同學有機會被挑選加入我哋，一齊代表學校參加比賽同埋演出㗎。等緊你哋啊！拜拜！別忘記到 Google Classroom 完成問答，獲得積分獎勵。